虽然对文言文啊、纸道理啊无了解，但是透过学习，咱慢慢去吸收，嘛会真正去得到伊的妙理。头拄仔听到点老师咧讲，其实伊讲的道理拢足真大啦。咱咧后仔咧讲的拢粗理，所以若讲了无互咱听，多多包涵啊。那么今仔日到即个主题是叫做不平凡的人生。其实咱甲想，咱是一个平凡的人凡夫俗子，要安怎会当伫即几十年的人生内底，从生到老，甲伊创造到不平凡。其实后仔的感受，好佳哉，咱有来求着着。因为过去要拄着嘛无遐简单啊，单传独修，而且伫皇帝带咱得到，伫阿南奇书带咱得到，但是伊平常时是大概普度，每一个凡夫俗子拢会当得到。但是你敢知影得到有偌殊胜？因咱受属于天了后，伫一生想法界内底六道轮回，咱就要直接跳到菩萨界。因为这过程叫咱就来度人，度人，坦白讲是度这个鸦片，是度着咱去点名，度人性。一般社会还是讲庙事，可能问着咱的身体倒位各种，会当问出来，甲咱供养化解。但是实际上，咱来求道了后无共款，因为拄仔点仔有讲，咱拢过去世拢有修来，所以即世会当来体会着天道，会当来求了道，真正无简单。所以咱即马拢是菩萨，为着咱迄个教师讲三宝的教师常讲，咱身躯拢有一个观自在菩萨，那么这个菩萨是每一个人拢有，咱叫做真的人。那叫咱拢爱去度人，因为后仔迄阵人讲的道理听伤济边头听顶听到底感觉讲，声声叫阮去度人，阮就袂晓度人，伊就要叫阮去度人，要安怎度？但是有当时就讲，你若无学，你要去度人，去到遐就学起来。你无法度转，因为你讲的拢世间的代志，你无法度放达真理套入去内底。有当时咱要去度人，真理要安怎流露出来，要安怎转入去咱要讲的问题。有当时世俗话，我做老赖，做老讲的，但是真正要叫你讲道理，讲好，所以咱今仔日你了道，若已经跳到了菩萨的即个境界。那么咱看到四圣谛内底本来就菩萨，所以若要讲点子常讲，以100分来讲，咱点90分啊。但是你敢知影？咱老师常讲，修道修心嘛，毋过咱后仔常讲，伫迄个咧点道的时阵，教授拢讲，啥物叫做修道？改脾气，去毛病。6字尔足简单，毋过呢，先改就改袂起来。咱拄仔来到楼骹啊，拄着主持委员，伊讲其实伫遐咧坐医院里啦，要起来遮听可能较困难。你甲想，即摆咱咧修的啥物道？叫布施道。咱即摆菩萨呢，咱要修的是六道万年观的，但是内底布施，即条啦，大部就讲我着有钱，我着布施出去。要行功偌济，我会当做。但是第二届啦第二个境界来讲自觉，要来守着法规，礼节我无法度，因为要来遮听道理2点钟坐遮约束条的，足艰苦。我无爱安尼啦，所以咱后仔就依着咱香港吴老前人，因伫香港开一个公司。有3个股东，一个嘛是点样书人，一个离婚人，搁一个是无求道的人。因2个人拢想要家己度来求道，毋过安怎度都度袂来，为虾米？因为有伊的想法。伊讲万物这第一只是要来出世互咱食，咱哪会想恁2个遐尔无？就要互
深口要收音要食菜，所以一直拢无法度来投来求得。等后一天，因咧股东破病去住院，住院因为拄好做一个明白，伊讲有一个黑洞，就是讲迄个黑洞一阵拢来，要甲伊转入去迄个黑洞，爱看着啦，你敢知影？伊咧病床的农村口有甲安毒毒，迄个我节目头前去甲看，讲你是安那？迄个病床迄个有条条，伊讲我若无救的以后迄个转个啊转入咧黑洞内底，我就一命好爱在。伊讲我要求得啦，伫迄阵伫病房讲我要求讲要求得。那王老爹呢？伊讲安尼我遮是基督教朋友遮有迄个牧师，我请牧师来甲你洗礼啦。伊讲毋是你啦，毋是伊就对啦，我是你，毋是伊啦。我即马要求得，伊讲二病我要安怎传道互你无可能所以你在过去二病是无可能办因是为难去甲伊临时点倒，所以你也看，迄个演过了后，要甲都会来。但是等候迄个生死关来时阵，伊就无法度真正来脱离开迄个规约，所以就一命好爱在。毛老爹就讲无法度，因为有当时毋是咱无自卑啦，事实上嘛无法度，因为你到要离开因世界的时阵，你要要求伊留道，迄嘛无可能的那么后来就来进入今仔日的这个主题。不平凡的人生，真诶，就讲人拢有缺陷，拢无够完美，所以人生才有奋斗的这个空间。其实，咱人就是因为有缺陷，人力自信某形之中，可能拢有欠失拢无够完美。人佛叫做较圆满，但是咱众生呢，坦白讲。连觉、觉知、觉察拢无，因为拢拄着境内，迄个境界现前的时阵，咱才来咧知影讲我过去做了错事唔对，那么迄个果要现前的时阵，才知影、才理解，但是拢相反。所以今仔日咱拢是菩萨，咱嘛拢伫咧修行。那么有当时讲求道，是靠求医咱修道爱靠劳力办道爱靠天时要成道呢，爱靠咱功德的累积。今仔日咱若无功德累积，咱免成道门都没有。所以咱修道修到尾变着道轮回，拢可能着道会咧转。有个人讲，你求了道，你的身躯着拢软真正拢软这是足侪印记，还是无对。所以咱拢无够完美啦，所以人生哪有奋斗这空间？那咱就要讲，伊就啦，后天对一个庄稼囡仔去到台大奋斗学使有所成就的时阵然后人意亲不待，想要来皇台着是大人的时阵，是大人已经无伫所以咱感觉讲，咱奋斗为着啥物？其实。最近咱接到咱迄个神威道场一个拓单，伊叫做钢铁道就是就是讲迄个伊真好业，但是嘛起起落落足尔大因为趁钱的时阵，人过去世收来真大的福报，伊投资啥物就趁啥物，所以伊的钱趁足济，所以甲迄个神威道场关出来，本来迄是要做教育道场，所以甲迄个关出来。你敢知影迄个年前人迄个监理年前人，其实伊本来是讲按算5000万要起分毋知影讲买也无啥物钱买安尼开偌济？开60亿60亿的钱要伫落来，讲世间钱世间用毋过只要咱的心若有够，迄钱自然四方八达就来所以迄个纸单的，趁钱足简单。但是布施嘛足工，除了布施迄个地嘛，布施足济钱来起着困难。所以有当时感觉讲，咱的心若有够，
咱就会当感动天，所以咱会得感。是讲咱的感应若有够，当时啊咱要做啥，敢若异国天地啊，未够，咱就我就看较够，所以咱讲会看较远。那离心为人啊，最难可贵是会当修正自己的发现。其实咱许啊嘛感觉讲，啥在夜深人静啊，暗时的时阵，回光返照，想看卖，今仔日许啊发生所在。因为有当时啊拢会讲人的八卦，所以讲人的八卦，有当时啊迄毋是咱的本意，但是无中无义的讲出来，毋知影讲。阮有一个好的言者啊，伊拢伫边仔甲对我讲啊，你这话袂当讲，因为你毋知影讲你话讲出来去伤着别人，因为你无真了深度，讲你看袂着讲你即句话讲出来会去伤着人，所以就那啥讲真忏悔的讲，一直咧修，一直咧改，伊尽量人讲沉默是金啊，咱代志看就好啊。你毋通话一直传出去，话传出去，你敢知影？咱就伫台北，竟然迄个话会传得到硬。阮这我听着讲，我拢讲伊厝骨啊紧，拢咧做人，阿我做拍片。我奇怪，我当时讲，竟然讲有阮一个阮太太迄边的表姐来甲讲倒位有厝拢做人。讲我真正过是遮济我敢有讲这，因为讲的可能就已经袂记啦。毋知影听的人记了了，几60年记了了。嘛甲人讲，甲阮姐夫讲，阮讲，某咪人伫台北投资啥物失败了偌济次，奇怪我都无甲你讲，你太拢知。所以有当时咱无讲，但是为虾米人会知？一定是伊有讲，只是你家无。所以有当时咱的口业，咱要讲话进前，咱来思考。有当时即句话讲出来，咱感觉无啥，毋过听的人有啥，爱记牢记，伊甲咱传咱毋知，传到迄落了紧的人的耳坎内底，人的感受是安怎？所以台到电视咧讲的人无啥呢，听的人有意呢，足艰苦呢。所以有人摕着别人的毋对。来伤害着咱的心灵，安尼就好所以最难可贵、最难能可贵的是咱修正家己的发心。所以修是来反省家己，所作所为，毋是嘴尔有长时做出来，咱嘛不对，所以因为别人，因为咱一句话来伤害着对方，咱犯了落去，做咱毋知的。那更主要就是心性上比较大生命的赞助甲力量，因为咱今仔拢有求了道。其实咱修行，老师讲的修道修心，那么咱的心，敢知讲迄条心啊，三点如星象，横沟是外水啦，是夜邪啦，皮毛有触地啦，这不仅了无这性书嘛是为。做好嘛是为粒心，所以迄粒三粒心就敢若咱的迄个高心共款，咱的心愿意嘛，一拍，若讲一拍10万八千里真正无法度去甲控制，所以心猿意马，我们怎么样把它拴住这个拴住，咱的领导就头讲的，咱的六道内底，然后顶头四圣谛，那咱的处于人的地方，就是讲灵气就是天灵，天灵就是缘觉、声闻、缘觉、甲菩萨、甲分。那么这个领域，这个赞助，因咱一站一站爱修行，因咱修行，其实你问你家己，你见性你家己，才是对的。如果见性着别人，迄毋是真正的胜利啦。所以咱最大的责任是家己。要安怎甲家己超越家己？今仔日比昨较好，比昨该搁较济，因为足济因事物拢是咧干那发声，伊上天拢做了足好的安排。因为咱有即个环境，
其实咱较早啦，下昼来到着天龙城，伊咱看到小雾天水，哇，伊个装甲足水嘛但是我相信伫个网络 YouTube 内底看会晓有看到，信徒嘛真济咧办个圣诞嘛少够个，咱咱伫楼顶天龙城，其实咱就亲，如果人结合集合力量，当年因为伊拄仔讲到神会道场，因为民间里有一个力量，伊讲咱免道了着96个原理，96个原理有伊个含义，但是咱拢用数字去来看，96个人咱即摆度偌济，无可能所以即摆叫做境外领导，拢去境外啦。因为咱学校伫台北，那阮咧开体育班，阮咧12路口，就看到因遐道亲12路口叫人入来求道然后伊讲诶，因咧求道诶目的就是500块，但是来人拢送一包米迄个米饼有关系，伊迄是有女会甲女的米饼呢，伊咧迄个有。讲好势趁愿就去约个米饼，咱要来求道，伊帮求，办了3天的境外领导，3天点3几个，但是你爱知，来求道的人嘛无了解但是点3000几个，一个500块，公约几15万的，你敢有可能去人收？你敢收钱？咱讲你诈骗集团的，伊甲你提米应该啦，你若是500块，无应该，你敢提钱，叫诈骗集团。所以有一个点仔书就讲，伊讲当要点3000几个啦，公点几15万，15万要赚到100多万所以有当时咱甲去看，包括因办旅游的点道旅游，就讲来生活道场旅游。你敢知影里面招偌济？后来李演联合了45台游览车去神会道场参观，叫参访当然伫遐因讲大概45台一个40个就2、3千人2、3千人，你敢知要点多困难？一个点数咱点袂了，好大个点数无共款的大。要配，伊游览车顶就开始就来咧咧甲伊登记的心情出新的年龄，伊面顶有个资法，伊甲讲因咱来游览，爱买团体保险，所以拢会省。所以有当时就讲因即马开始伊咧推即块，即块当然有足侪负面，就政府嘛有限制伊讲有人咧抗议伊有个人求了无必就去求有个人是无爱求，不明不必去求，伊讲恁这敢若诈骗集团，人就开始就了公布，去甲因民个单位讲尼办袂使，所以有较量较收敛那一个人想要成功一个人想要成功，一个想要成功的人，无论做啥物代志，拢爱专心专意来投入。如果若心猿意马害怕难度因循火者，不但袂当成功，反而也会成为失败这个后果。因为其实伫有限的社会中，伊讲要做一个成功的人。伊想了为名为利的人，伊嘛想讲要成名会当较成名，但是咱甲看卖，一个要成功的演员也好，伊背后一定有足侪辛酸足侪艰苦。一个要创业的人，伊的背后嘛共款有足侪艰苦。咱后后比着后的迄个例子就来讲。因为阮拢是庄脚囡出世，阮家嘛足善食但是阮拢去台北，台北较好趁食但是伊为着
主任后地要成一个好亲像人的人啦吼，所以要追求成功，所以伊开始就想了着足侪方法，拢通，像讲我会当免付了足侪迄个心力、劳力，我就当得到财富，但是无去讲，伊煞愈行愈落魄。甚至迄阵咧赛客车，一回，咱叫伫遐就咧做头路，我讲无，我要一台客车你走，贷款你当，来讲好啊，毋知影讲走无你走无你敢若咱走少2回，而且人迄兄弟伊着贷款无共咱，人着兄弟着来咧讨登记伫阮兜，因为伫阮兜的迄个房契去甲伊做抵押，半暝你敢知影？迄兄弟来讨钱，我讲你哪会？我毋是摕钱互你去买车，已经有家己的车，你还佫家己我度趁钱，结果伊是去搬劫，搬劫咧输较紧所以有当时咱若遇点着大劫，可能天下动散，家破人亡所以有当时咱感觉讲，伊即嘛有经过安尼来，伊开始会晓地界，那地界了后，伊来银行了上班，伊讲大个，我欠你200几万，我要还到利息，才会当把200几万还完。伊讲无你若有较好，你去外口找，所以伊就去外口找，找迄个上早茶叶材料，就是讲菜头粿啦，迄个蛋饼皮啦，这去送，送了后，伊感觉，这生意敢若会做，所以两个翁仔某迄阵嘛拢无做，信用嘛破产，迄刷卡拢刷爆就对啦，所以已经有坐累了走头路，所以迄阵咱就到离台北，到阵咱点出加油站，迄阵讲无，我加油站退我摕钱去互伊买一间厝，住遐慢慢做。咱咧做，咱感觉讲，咱咧做天咧看，有当时咱感觉讲，买手机哪遐袂晓收，你若逐摆来是咧借钱，家己借钱借到你就无害嘛，然后有借有还，再借不来，你借钱都无要还，我就毋借你毋借即个叫因太太来借，因太太来借即个嘛无还，借2摆嘛无还，3摆我嘛无爱借伊。所以有当时讲话就足歹听，因你着做人无信用当欠钱我爱还，所以不是，所以了后伊就感觉讲有即段迄个阴影，伊就对伊即摆做头路足重视迄个信用，伊有经过，所以即摆就翁仔某开始做迄个早餐店迄个材料，那做了呢有起色，咱毋知影讲两个翁仔某，我头一个月定定做200几万，嘛真好赚因家己的厝，尾仔佫去做工地，那这10几年来，会当讲伊飞黄腾达，咱看袂出来啦，看袂出来讲奇怪，做早餐店的哪有晓得？过你该知，食衣住行，食是白头钱，所以有当时人咧趁钱，咱看无，所以即马最近去买一块地2亿6千万，我讲你哪有可能？你哪有可能有钱去买遐尔大地的迄个厂房？伊讲我着买厝趁钱买厝卖厝趁钱好惊啦，我的生意嘛做了有趁钱所以伊着去买较大间厂房，伊就鼓励我去买厂房，咱叫我着讲你爱较站的袂使袂使伤过浮华啦你爱家己控制好势。所以有当时咱感觉一个人要成功，伊过去就是讲有失败过，伊知影讲失败迄个痛苦。所以即马迄工赛来7四考，会比7四考较高级啦，比那个大学较遐来看嘛，无啦。因为有当时来讲，我讲敢需要有钱就爱安尼。伊讲大个，我安尼无眠无止。我有家己的想法，讲一台车会当驶几啊10年，我驶较好，敢有做啦？讲无做啦，迄是你的材料但
但是对咱修行人来讲，那个我们不是很愿意看到的啊。所以愚蠢逻辑不但不能成功，反而还会成为失败的一种伙伴。那人生在世，想要成功，为鞭策家己奋斗，不愿从众。那这样成为不平凡的人生。其实，咱想要成功，每一个人大家嘛要成功，大家拢嘛要脱离规条迄个贫穷的日子，想要过了较好过。但是你敢知影？就咱伫台北咧做头路，拄着一寡领导的、担当的，因拢做好业，因过去世拢有心，你敢知影？因的厝是一栋一栋拢咧租啦，一个月收入租100几万，按过迄人足好，为虾米？因为迄趁钱足艰苦趁，因只有入无出啦，所以变斗阵，他们讲以咱条好的个性，迄个人咱条好无爱跟斗阵，因为出去拢要占人便宜，你著晓咩啊？请拢无爱别人出钱，小比做一寡应酬，伊嘛是拢无啥要出钱，若无拢行着顾大头，拢爱伊咱别顾着行，所以真正咱要成为无平凡的人生，就是爱鞭策家己，回光返照，真正了解家己。所以议会祖师甲咱讲，因为五祖要传互六祖的时阵，伊讲应无所住，一心一心。当然，而遐六祖就讲自心也自性。本来咱本性本自无着，本自清净的本无生灭所以伊后壁人生难愿所以有当时咱感觉事本一灵感觉讲真正咱一个老人拢爱对自心自性来落手，所以咱修行道除了家己有法度改变你家己，别人无法度。因为你看点啊书点话讲道理，伊有法度无？讲歹听诶，本遐教，本嘛无法度度众生。众生伊若毋改变，你搁较教伊嘛无效哩。所以你道理较好讲，如果你家己若毋改变，别人搁较教，道理搁较命，你嘛是无路用。因为你无咧自身家己去反省，你无咧来鞭策家己，你无爱度上进，要来进取进取，无路用。所以有当时讲别人较教，咱免听先，但是咱免嘛是无趁，所以你爱相信你家己，肯定你家己那第二个来自生命这个助力，其实贫困是多偌积极的特质。其实咱人拢伫咧困扰的时阵，开始来锤炼咱的心智。有当时讲，你伫即个环境经常境界现前的时阵，咱如果若会当回光返照，那么这是咱的踏脚石。你毋通甲贫穷当作是一种作低贱。你甲贫穷当作是一种咱的淬炼石踏脚石，所以真正甲挖出来，一粒叫做真正的意思那贫不足羞啦贫利无尽是可羞啦。其实咱善良人无啥物见相，只是惊讲咱无志气。有个人咱若无志气，真正你着送到哪有地瓜的因为你无志气，你无想要进取，无想要上进，你永远就是散到尾你着人看人惊那毕竟是成熟人生的这个东西其实咱看到足侪外劳，因为像即马请到一寡外劳，拢总有责任。那即外劳来，其实因的目标就是要赚钱。你敢知影因的钱我会记迄天4000块的台票去换240万的外票，去听着阮中文节目讲去佚佗啦，4000块换240几万的迄个夜币，去开，感觉钱足好开。因为阮咧外劳，就是讲伊来遮赚钱，虽然一工赚1000外箍，
伊一个月赚3万块，等于足好用。伊讲头家，我来你遮做2、3工吼，我等你买2、3块地啊呢，嘛咧起厝啊，今年会起好咧，若起好你等下去到时。那就这员工拢足好，像我请印尼的，伊去等去印尼嘛共款，请菲律宾的，买透基厝，你知还有游泳池的，拢会拍电话来，讲头家有闲来阮遮佚佗安尼啊，所以因若来台湾拢会来找着遐遐拢会传去四界佚佗，行安无食咯，行有淡薄互动，所以有当时咱感觉讲。咱外人的人，因要趁钱，因看足平静的，但是因为着啥？为着要等于过较好的生活，所以做的工作拢足粗重，更较粗重的工作因拢愿意做，只要有钱嘛就好啊。所以常拍电话就来讲，今仔日工作，阮会使来上班，我讲会使啊，只要有工作，我拢嘛愿意互你做。所以有当时因看啥物件就爱。咱有无爱物件拢会，你感觉佛啊佛要爱物件，咱众生拢无爱，咱众生无爱，佛拢无爱，所以有当时有迄个感觉，就讲咱无爱，因咱报的，所以因就拢要捡着包包等下，捡安尼所以比这是修行人生的这个东西所以有当时感觉讲这是一种过程，那咱伫工作的过程当中，咱去看了人生的变态，咱会当去体会那只要并部分的叫讲升级刷级，相当所谓形成，因为咱要修行进前，拢必须要来个受了足侪风霜，你看玻璃就是禅林宝性启蒙佛家的一个经典，那里面很多的典故当然会当来甲咱解法，就是讲，真正咱要成就一个有路用的人，必须要吃尽足侪苦楚那见不知恶，见而无能是可恶其实做一个比较，你看遐咧读的人因在起来为了风化长寿，迄人咱感觉讲做比较嘛，伊讲啉酒甲咧陪人食啉烧酒的。但你咧总结嘛，伊讲只要我有钱就好啥物行业我都有计算的但是见不知恶见而无能，你若无能力，你无法度翻身你若会回光返照，你家己有翻身的一天，虽然即马经历所做的是尽力，我看感觉足无去的，但是当然有一天伊若有钱的时阵迄当快就无共款啦。所以有当时看到有形象的，其实咱感觉讲，世间人看的拢看有钱人，有钱人过去安怎无要紧，若无钱人，拢讲甲袂听，因为人讲可怜的人必有可恶之处，因你无钱你无法度人真正亲像人所以有当时咱所作所为，拢会受了着咱的心态、咱的信念来影响。第三，逆境是考验人生的这个气格其实咱人拢会拄着逆境，你像咱慢慢拄着逆境，但是因为咱可能看了毋对那遭受这逆境也叫做自作自受家己做家己受啦有当时讲的，咱要食啥物，其实要食要行你若人讲做人。就爱变做假就爱种但是要变，你嘛爱变有路变无路，当时讲的，你嘛无法度变进，若要食3顿你就困难，所以人真正爱伫个逆境的时阵，伫个考验的时阵，咱要感谢人事物，感谢上天赐予咱即张考试单，因为咱的不足，上天才会去考试单，看咱的不足伫个倒。再去感恩课。那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其实咱甲看，有当时你看梅花伊若无经过寒冬来甲它生甲冻，那么
伊的规划哪有法度规家水？所以咱甲感觉讲，一个要成功的人，你是毋是爱经过一段奋斗，也拍拼，你才有法度得到成功？那真侪人拢是人讲的祖公较瘦啦，哦，祖公较瘦老足济，因为像阮即摆住伫新竹，遐从化区，迄土地你敢知一翻好几十倍，哦，啊，阮遐的人讲离阮迄里啦，叫头前里，住伫头前里的人拢好起来。我讲我伫遐租厝尔，咱同我讲叫好起来，哦，啊，其实有当时人看着啊外表拢，你嘛诚好起来吼，啊，感觉讲，有迄个人讲面吼泡金歪歪吼，啊讲我即摆较后悔安尼啦吼，啊所以有当时啊就讲凭着人的福气，伊遐若有厝产买厝的人，拢真正有守得着，拢足好个，足好过。但是咱即摆讲的，咱即摆咧修炼真正足好过。所以有当时啊受水记啦，咱讲这个老师，济公活佛。其实济就是救济人家嘛，帮助人家嘛，公就公心一片嘛，啊，你在活的时候，在活的这一生当中，你要成为佛，济公活佛，这是一个文字多人，但是伊带灵灵魂是啊，伊咧修行，但灵魂是伫倒，咱点老师甲伊点，咱怀皮地迄个所在，遐一间庙寺啊，你看10月10日哦，迄间庙寺就是遐中央无祈祷。所以有当时咱讲着咱的老师这个话文，伊带人家灵魂是咧是，真正咱去家体会，文艺法则嘛有个含义啦吼。所以原心不因环境而变心，咱的原心，咱看着观世菩萨地藏古本观世菩萨讲，众生如果若无度完，伊敢无爱成佛，但是敢有度完。无人即摆成为人爱保护观世菩萨。咱地藏古讲地甲若无度尽，无完去成佛啦。但是地甲敢有空？愈敢若地甲甲愈来愈济吼。所以有当时伊嘛成佛啦，地藏古。所以迄个原理就是讲，伫咱生活过程当中，用迄个原理，咱有亲自愿，有回报愿。但是咱拢去甲伊当做形式上，为虾米讲？伊拢想讲吼，爱坚持，离着迄个形式，咱着一年只价在一春嘛，入一个愿，迄个愿拢空嘴无止因为无真正去落实迄个烟不能了，咱话相反，咱求着时阵10条台湾，咱有去甲落实，咱有去诚心去甲保证祝福，咱为着是中迄个良心，迄个清净心有甲伊显现。如果若无甲迄个，咱咧清净心有当时拢去互咱实际哪里做，所以咱要做，其实咱拢无真正咧做，所以迄个原心，咱毋是一个形式，真正就是足舒适，但是咱毋知影报啦，所以无因为环境的变迁而变生活，因为你看即摆社会一直咧变，你像咱台湾。一个政治人物换一个人尔，到换一个朝代尔，完全拢无共。有诶为着反对而反对，为着我无爱互你做官，就要甲你扭转。所以迄个民意，迄个自由伤过自由，所以迄个自由拢甲咱诶心真正封住。愈难散，愈无地啦。所以多做，拢感觉讲违背了咱诶良心。那知心不同时，强而变质，因为人讲积德讲啊足西方啦，师傅社会处无难歹，所以他多这样子讲，咱家己个方向写出来，咱咧记着家己个，我即马要来代讲，我人是信仰，但是我去做，所以这2班咱来讲着迄个知影来讲嘅第一其实咱知影台北医院中北咱若无去买车票，若无去塞车伫无行对吧？医院会到，你袂到，讲感觉你着无去做嘛。所以知还个去，那么咱记迄个记道，就讲我甲迄个道入了着，迄个最大迄个记
吉德乌到即些咯，阮兜就是西方啦，就是咱兜里个每一个人拢有一个兜所以有当时来讲，钱若入当然咱伊就是中，其实咱拢伫即个菩萨界内底，所以咱拢是分，所以咱每一工嘛拢带着成功要因为使着拄着困难困境的时阵来变正，所以这技能咱毋通去学变。有当时讲咱修行道，其实爱有属于种，你讲足简单，但是真正爱使种路很难很难。为什么？因为咱看到一个老菩萨，伊的技能是得啦，但是真正病咧活的时阵，病魔来咧考的时阵，有当时会调较倒。为什么？足艰苦，足艰苦的安怎？会厌世厌世讲无做事业去甲我抓但是我无爱搁多遮辛苦但是敢有法度？考验若无了，敢有法度走？你看阮迄个在因顾问，其实伊即嘛足艰苦当然听讲即摆食伊的主妇嘛感觉讲，有起色所以伫遐。咱逐工坐伊遐数数，老酒数数，大概拢咧想啥所以有当时来讲，道中爱有即个情道情去甲关怀。所以即款老菩萨，因为伊的身体机能退化了后，更加需要人去甲关照、关心。这是咱对道咱会当有所认识。对着这大菩萨，更加会当去甲伊关怀。第四个烦恼是修行正道的助力，其实烦恼足多的，伫个儒家的理拢做有啦。那么烦恼其实咱思来烦，我会记得踮咧厝咧去爱上的时阵，就是劳心又劳力你敢知会穿着短裤衫去咧看迄个材料，那药啊入来放，但是药啊拢换会记所以有当时感觉讲，无钱嘛会烦恼加害这工程已经做袂好钱要安怎？所以有发了自卑心讲我的厝去贷款，贷款的钱先来读，后壁人若过世来再来读。所以有当时烦恼的时阵，当然有了着办法。有智慧的人，伊咧解决问题；若无智慧的人，是咧制造。所以咱道亲足济拢咧制造问题，为虾米？因境界无同，伊看到的拢是现象界的代志，伊看到的拢是表面上的代志。所以有当时看到人种种的毋好，就讲道中安尼，其实伊无看到真正内底迄个原理所以讲因为讲道中安怎，所以咱修学过来内底咧。袂当回避，因为你看到不对，你爱去真正反观自正你毋通从道入手，看人毋好诶，你毋通对人做唔好，你袂当怨天尤人，你要默默，或者讲的沉默是金，真的时间能够改变一切然后不仅好言言顶好助，其实这个好言叫做烦恼。你不入烦恼，哪来的菩提？言的福主你若无经营了着烦恼的迄个境界内底，你绝对无对待到菩提迄个事业古人定心安宁。你看迄莲花出泥而不染，那莲花伊若无伫污泥内底，伊要开较大水，无可能。所以不言一事，不中一智。今仔日，咱即摆是第五课，咱后有听到足济前辈讲，因为气候转变极方便，拢加着个主路你惊安怎，你听着声音拢要甲放在哪款你当下若紧张的时阵你着叫你着汇钱去互伊钱了佫无饭无食若无就讲你着啥物厂来互你骗钱咱人通就软家人
所以不经一事不长一智。经过一项代志，咱想了就教训，当然咱会当切悟所以咱的智慧就安尼当生成啊。三自我的改进，其实人生学道重点就伫咧遮。咱若无自我改进，咱绝对无法度成就不平凡的人生。第一点，消极不如积极。其实咱看到道中是是非非足多，但是如果咱修道若用着消极的这个态度，无法度转化为积极，其实对不起家己。因为咱一生内底不断有修道的历程，如果咱若无化消极为积极，那么可能咱选择的一世人无样，愈济岁愈恐怖，愈济岁愈感觉咱时间足少，无紧做袂使。有当时你来真正看看然后看你看咱这个话文迄个形象，穿着破的，一身破衫，拄着一件破帽掠着一支迄个破过时，其实伊内底的含义，咱就家己认知啦，叫咱来看破。看破啥？看破人世间只有诶有形有相物件拢是假，拢身不来带不去，带袂走，所以咱爱看破。那么咱看到为着祖师腹肚大大，其中叫咱爱有迄个包容心。其实咱对无共款意见的人，还是讲对咱有无持着无共款的看法的人，咱会当去甲伊包容。如果咱会当去包容，其实一团和气，一个团体，如果若无有虽然有无共款的意见，但是咱会当包容，咱会相和之气。所以咱日常学校内底，尤其足侪人像今仔日要来开体育班，我听伊有讲。你今仔日到遐上，讲无我的经历有讲，他们母子都很好，而且都很亲近所以因真正就甲因本人做好，而且积极，咱要做的工作爱积极去做，包括这本书节领所交代的代志，交办的事情，咱爱积极去做，因为咱拢有凡事伫咧保你，你若无积极去办，停了你代志过来。迄个景象过来的时阵袂记安尼你会耽误读书。所以顶头交办代志爱马上去做，叫做积极去办。咱袂当讲无要紧迄个心念爱转。所以咱修学道无啥物叫个人，你免安怎念一切拢是上天最好安排。歹嘛必好的啦那被动不如主动。其实咱乡下伫台北。有当时讲庆忌伫台南歹到台北过活的袂到，所以有当时咱拢被动，有班咱来上，有班咱来去上班，有课咱来去上课，都是很被动的，例行式的。但是咱要安怎转为主动？因为咱要看足侪条件，拢很被动。无甲联络，伊敢若无要无紧，所以甲伊联络嘛不一定联络。你爱去考呢？有当时做一个单子无简单，为啥无简单？爱去联络，爱去考，爱去盘路。你要行斗阵爱去盘路你无盘路，人哪会跟你行？阮遐一个组长，伊讲我凭啥你着爱对你想？凭啥我着爱对你想？因为咱无一个行所以人敢着对咱想。白白拢是人伊也无比你较后班所以有当时就讲，咱如果若无迄个主动的精神，主动主持有当时放心，日市内要放心足困难，电话敲的讲歹势，无若要来去家己听莫来阮兜，因来阮兜作乱着搁变，因为你要来，我着搁拼内底，迄时间非常侪。尤其咱来家己听来食来7-11来坐安尼所以有当时要去因兜放心，人就无反应，毋是无反应啦，是我足无闲搁拼内底啦。因可能时就有甲咧拼，当个社会就是安尼，厝内放了迄个分焦条来款
三个乌白伊啦，内底乱七八糟伊行你来，行你饲，所以讲无，咱来去洗伊个门，真正安尼就好啊。所以真正，咱若无主动去防治，咱要安排点着无？有当时啊，一个都没有，像咱点位要无，结果走死点子。你敢知影？咱伫台北，要请人事足久，请点人事来台北足困难。因来的时阵讲点无，咱就要去遐，少歹势，所以嘛请啦。所以咱做咧讲爱排啦，爱排啦，爱排点着日子啊，有大家一个目标啊。但是我感觉阮遐乌下仔骹有当时啊毋行袂出，所以嘛爱有迄个带动的人，有主动的迄个精神。一家行动咱的心里面的那一点良心啊，咱要去做啦，去点的心叫做清净心，尽量来行动，无真困难啦那平常不如开讲，其实修人应该是爱足快乐，但是咱看着修人拢忧悲苦恼很多，为虾米？面拢无好看，伊嘛修人。照你讲，咧修人是爱修较足快乐，真正着心咧改变家己是愈修愈好，甲歹愈修愈无的时阵，修甲你会足欢喜，人叫做发意充满，欢喜自然，咱若有心咧修道，自然就去行道啊。因为咱拢无着心咧修道，所以行道拢无力，行动力拢无够所以有当时讲，咱无着心咧修道，所以咱迄个行道。自然你摸袂出来。咱若真正着实咧修道，自然而然，咱咧修道的迄个行动力就走出来所以咱把忧悲苦恼，咱来化作快乐的修，因为咱来修道，就当做咧食饭咧食饭即顿足丰派所以足欢喜来食个。所以修道，你来当做咧食饭时阵。伊嘛足欢喜咧修的那个念头一个转化，真正修道是真正足快乐的代志毋是讲修道真正压力遐大，因为人互咱压力其实是咧增上面，咱拢共想歹去，知影？迄安尼压力遐大，有当时转个念头就不一样了。那刚强不如柔软，其实大家讲高调。不如柔和，其实有当时咱甲看，人若无来修道，死是不是会敢若硬哭哭？那你若看迄树迄伫咧活的时阵，树枝软高高对无？你会叼的，你甲不落等，免偌久就硬哭哭切那你若看迄鸟伫天顶咧飞飞翔很快乐，死去咧。两耳拍电嘛变国国所以你也看，万物拢共款拢高调。那愈高调，做人也共款，愈高调就是愈接近死亡越刚强越接近死亡。所以咱爱学柔和，所以昨天来讲柔和以柔软理咱伫这个经内底来讲，上千用水水利万物，其实。水利万物而不争所以咱人在世，如果若无水有当时咱一工无洗身躯念鼻涕所以爱靠水来甲咱净咱的身躯。相对的，伊袂去济所以第二种来讲，讲习性命，处无以之属性不言之教。万物作业而不息，生命不立，无以不息讲生命依无所以咱着咧经内底老师甲咱讲的所以要做为圣，伊所做的拢是爱无为而为，伫遐咧共款，要修学道，咱嘛是爱做到无为而为。因为有一人要修，伊会到底咧讲嘛？伊讲师傅师傅要安怎会当成佛伊讲师傅拢无想迄代志，我拢无想着成佛的代志我就是该做我去做，该食我去食你拢一心要想咧成佛，无可能，你永远就无法度达到成佛。你想呀，
那师傅啊，毋是无想遐啊，是有为而为。哦，我毋是为着要升分，才去做这工作，所以我做的工作拢是凭着我的良心去做。所以自无为之事，行不便之教。我要教育伊的徒弟，我毋免去教，我就以身作则做看。徒弟若有疑问来问。所以师傅啊，伊就传授伊真正要成佛的这个道理。伊讲你着照安做，你免去为着讲你要成佛，一定要去追求做佛，永远你嘛做袂着佛，因为你叫做有为你想要做，但是根本你永远都做袂到所以真正讲强不如柔和所以你看咱的喙齿足甜对无？电话讲但是呢，听伊讲脑子里嘛师傅啦，师傅讲你敢有看？我100岁喙齿当了了，喙齿还个好溜溜呢，喙齿是软的，喙齿是硬的，所以你来看。讲强不如柔弱，迄个喙齿赢过喙齿啦，喙齿当了了，喙齿也甜的所以嘛是咧甲人演示这道理那有时咱感觉讲不可能人生安尼选择，但是咱爱了解，天上个人间定，因仔日咱要追求上天即个果位，如果咱嘛在世无去修，无去做。咱看着伊遐，毋知影道，咱闻了道，求了道，修了道，行了道，甲修了道，即个流水一个爱去爬。但是咱拢有幸得了道，嘛求了道，但是咱若得道而失道，真正了幸失德，足可惜。所以真正咱要追求的。就是咱会回归着咱的本位，天上果爱人间去做。咱人间要哪去做？当时讲修道，毋是靠迄个喙皮大练。人讲当初讲道理讲足济，拢要讲互别人做，家己拢无要做，若安尼嘛无效所以真正就是讲，你爱理性下面，真正就是伫咧修道自然。你就会有迄个行动力来行道，因为咱拢无教导是伫咧修道当中，所以咱要行道有困难。为虾米有困难？因为咱拢认为讲修道是一种反手做得出的代志，所以咱即马得了道了，用道普罗米谈到讲的布施道，足简单做但是布施内底嘛有三施叫做。财施、法施、甲无畏施，你敢知影？伫厨房咧做迄人，拢是无畏施；咧油涂骹咧烘茶、烘面筋，迄拢是无畏施。迄咱敢无爱做？迄嘛拢是举手投足，拢是咧积功累德，拢是功德。但是咱头拄讲的无为而为，毋是为着要去得到功德，去做遐工作。如果若安尼，像以前来讲，值得不得积德的无德所以真正咱咧做，拢是为着家己一点良心咧做咱毋是为着要得到啥物才去做足自然做了足欢喜，因为你无所求所以有当时无畏心是每一个人拢会做，毋是你有钱无钱的代志，是你愿意要做。所以伊就讲，我愿意来佛堂服务，我所做的所为都是无为而为袂讲为着迄支土法奖金我为着要互点仔书看，我来去入土骹，其实这样子就不对了所以该咱做，咱去做，毋是要做王法，做家己心安理得，做一个真正快乐的修行所以咱家内底就是讲。咱除了布施内底财施、法施、无畏施咱去道人咧讲道理好听，就咧施咱的法施。那法施其实是在咧练咱的智慧咱若拢无去开口，咱永远就无智慧。
咱看别人歹度，你敢知？自心的匠心，有边啊说愿度，所以真正咱家己迄个匠心，咱内底个匠心，咱真正会去来度，照着度人来度己。如果若无去做度人的功夫工课，你要度家己困难，因为你看袂着，所以世俗一句话讲，以行自照，见求用。咱早起下早时起来的时阵，咱来照镜，你看头鬃送送，就甲绒毛整整，面遐爱过面，就甲要水，面巾洗要清气。所以以行自照，见求用。以言自照，见结用。你敢知影？咱平平拢是道亲的，你敢知影道亲有几款的台北？迄招花倒花你知？你拄着你的冤仇人，烧点济冤亲债主，你有法度？你看拢无碍吗？无可能的。我见你就讨厌的，迄个受伤忍用的，所以有当时讲，你若用倒花欠你钱的时阵，家己搁再烧钱的时阵，咱若拢有一天等于天堂的时阵，你较早欠我花钱，拢无互我，你想你怎遐会清净啊？无可能。所以真正咱而家会当真正互咱修行用的，他了讲布施，来乞丐，尤其是佛堂，咱对礼节一定来办。若无你为何拜？你为虾米咧拜？咧拜啥？你都毋知。若讲咱的命已苦，人已苦。写起来叫做口令，咱咧听啥个口令？天之明令啊，中文也叫天命之性。迄个口令是上天咧挂的，咱下当真正因为命是咱上天互咱的，中央内底来讲天命之性。咱嘛迄个性甲命，有当时就命有经过迄互人，但是真正若无上天迄点力护护咱的身躯，咱无法度作用，所以性命伊是爱含伊兜迄个道理，所以过来讲记着迄个经济。有当时人讲，我是伫个赖内底看到咱助理内底宣布，明仔载有轮椅班，大家爱出。即马有赖做方便电的是拢省起来，但是有看伊若无要回应毋知嘛，毋知咧有来有要来，无要来嘛，毋知咧。所以二赖咱拢讲，今仔日有文理班，恁有要来，爱甲我讲你若无要来，嘛爱甲我讲无我毋知送无来顶头咱问讲因奈无来，我嘛无法度回答。所以有当时来讲，真正迄个礼，咱爱坚强。当然伫文理内底，除了教做人的道理以外，就是应出力应对，咱要圆满。所以本讲感情圆满，咱真正爱达到迄个圆满迄个境界。所以咱伫个学习一定要精进。有当时咱感觉讲有班，成班遐济，拢会害他。害他因无爱去，咱想今仔日咱就要来遮学习，其实接着领日的电话拜山，阮一通接无着，第二通接着，咱就喊的煞北路边紧嘛拢行起来，安那停，就去挂边境伊讲伊的边境肾结石，肾脏结石，我讲当去拍，我讲我倒来讲一课安尼所以嘛是咧恐惧因为我感觉讲人安排的年度计划，咱无论爱去上，爱去家完成，所以伫遐领导阮就是你着互我真正，毋能够真正发作啦，若发作真正我无法度，因为迄听起来真正头壳无空，
然后抗免人去，痛得很痛。当然就是讲拜年要去做断层扫描，真正有塌掉真正有结节无，因为咱尿仔以前有痛风，所以就看袂出来有结节啦。医生就讲，若有痛风的人，要看结节是看无，所以要做电脑扫描才看无。所以拜年要去做电脑扫描。所以有当时啊就讲，咱伫修道过程当中，你抱着啥物款的心，你想要安怎去做，这是拢咱的选择。所以如果讲教迄个经济，那么强定，拄啊点仔孙讲戒定慧，你的戒若无守无好，你的定绝对产生袂出来。你的定若定无落来，你的智慧嘛生发袂出来。所以戒定慧，伊是连贯，伊是真正足自然的物件。你有守着戒，自然你就有法度定。那么有几15条内底，但是迄戒律，咱无法度真正就是去戒，咱你要定下来。拄着境界的见解的时阵，你定下来。比如就要讲一件代志，我做一项产品，我即摆做着迄个 HPD 迄个清洁剂。HPD 清洁剂即摆做去了，人迄经过来讲你个物件做了不良，甲你退货。退货对咱药来讲是一个警迄个警退货，迄个警上变出来时阵，当下迄个警上你讲袂着，伊讲我著遮认真咧做，佫会点退货，你个品质无达到个标准。所以迄个警上啦，你个发脾气无？脾气一个发，你个生命几10年拢破功。所以有当时啊，就讲你要将心比心。是咱做无好，咱来检讨，咱来去改改进，当然做着安尼了，咱得着你信心，拢不要紧，会当然咱讲原来是遮有瑕疵，所以咱虚心接受，包括做一个所以有当时啊，就讲拄着困难，你的脾气冇变起来，若行起来，你就要反省，你修行方向画风无够，所以真正爱落实伫修行内底。爱落实，拄着事来甲你讨，迄个经常的是正向去现前的时阵，你有法度真正如如不动，袂因为迄个经常来，脾气毛病无明火就行。但讲无明火一行就干咱带测长年迄个茶做一工收了，咱个光景人收了款。所以真正咱要有法度。去甲个化解即个定力相定，就讲咱个定力爱有够，就讲咱修行爱真正就是。咱后壁迄个智慧才有法度产生。那智慧产生就讲咱去甲伊转，也拄着即个退货的案件，咱去甲伊转，就讲是我做毋好。你若无产生智慧，咱无法度反自调，是咱做毋好，咱去先看，确实是咱做无。咱就来做如果若无带点乌量，人个宾馆客人来甲你乌量，你物件安尼做到遮歹，安怎？你带点是有啥物注意无效所以真正修行，真正有改变咱处理代志方式，会当较完美、较圆满所以真正咱要落实伫个良道文化内底，真正是咱做头拢有共那么咱就迄个丢手，陈董，陈董当然伊是以迄个像境外求道的时阵境外点道的时阵去互调，伊转来就甲我讲，伊免伊就甲我讲啦，伊讲王董嘞，南部讲来遮要办道啦，办道啦，伊今仔办道，我要来甲乌燕会使嘞啦。会使爱带啥物礼物去无啦？咱就来讲骗人就好了。仔某带去就好啊。无甲讲钱爱赚安尼啦一个500块安尼啦。所以伊遐感觉伊转来就甲咱讲，伊讲因某讲拄我咧传三宝，你敢会记？因讲我敢会记个无某的骨啦，无某的骨安尼啦，甲讲。啥物叫无某份毋知啦？
所以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啦，是知也嘛。所以有当时讲800年嘛毋捌啦，无某的不家己想安尼啦。所以某讲啊，然后当年讲啥物叫做无某的无理精精啦所以而家转来，伊即嘛开始就真正就是伫修行内底，逐个要困的时阵拢听老师的话。听迄个老师的指引，或师的指引，听足久足繁侪有啥？听讲26时中，26时中拢听无啦。啥物叫做26时中？就真正听。嘛想无啦。问阮的因书讲，迄嘛毋是因书啦，就讲伊的假哦。啥物叫26时中？伊讲我嘛毋知。毋知要安怎？就讲就直接隔壁人看嘛，啥物叫做26时中？你知？那或许跟他解释，就时时刻刻26时中，就是讲26十个时辰祝救人嘛是真无面心有顺爱，一个地支内底一时，就是一时2个时间2点钟所以你是26加起来乘以26就12，白天晚上24小时一天，所以26时中代表时时刻刻。你袂使离开倒呀，食不过师傅你可离为倒呀，你的金主人袂使离开你的八戒就对啦。所以而且真正，咱要修行行道，爱将日常生活当中去修。所以一切修果，乃是一生中之修功德一定。所以头头讲修道，靠功果的累积。你对功德，你点点滴滴做，你道中举手投足都有功德，只要你要清楚其实他都要讲的重点是讲个无为而为，不是为了要做功德带来做这个所以修道贵在于修道要持之以恒。如果若讲3工烧烧，头烧烧要恁安尼有始没有终。对修道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贤徒讲修道中行得因，咱迄个初发心，有法度保持，就咱求道到等于，拢有法度共款就讲修道无处，人道有余所以有当时咱感觉讲，真正伫修道的过程当中，咱有法度把握迄个初发心。如果若无就把握迄个初发心，但是咱也搁做者不足。所以他主要讲的足侪法人缺陷，安尼去甲过定，把咱失去的某种体质去甲找得来。所以有当时有啊是讲，你教人做生意也好，迄个信，中央无去透迄个信爱做出来。你讲的言而无信讲无信用，无照你讲的话去行，人甲你打个问号。对恁修道人来讲，甲你打一个问号。嘛用高标准甲你讲，你看，恁咧修道的人就是讲咧修行的人，还是讲咧食菜的人？你敢知影？讲到迄个身体讲恁咧食菜为啥物讲恁咧食菜因为甲你打个折扣因为恁讲话无照会行言而无信，你讲安尼无照你讲会行，人就对你打个问号，感觉讲你是一个什么人？为啥物佫安尼？因咱就迄个顶手，就是讲伊即摆要开发迄个洗衫粉的，拉紧去洗衫粉。但是高用迄个道清是咧做洗衫粉，叫做用柑仔皮落摕洗衫粉，叫做天然人讲天然的上好，叫伊做，订单落予伊，伊就讲道中有几咧一来讲，有一个叫做重信因缘敢若第2条，众生轻凡。你莫真非道场，若有代志，较袂着放袂去道场这后天就无甲管所以以前咱足会足无奈。伊讲若讲讲暂时会当交，伊讲歹势，即摆较无闲，是咧无闲啥，
无用神会道场一寡家己，所以有当时讲众生轻缓，而咱有规是对的，但是在做生意，伊无守信，咱就甲你讲，甲会恁信用啦，安尼，你代表道，然后你做的行为显露出来迄个道是无及格，所以有当时咱讲修行学道，以心作则，咱代表道，人拢咧甲咱看。如果医生咱无法度试到，若安尼咱看讲这道无不好无啥个，所以迄个尊贵、尊贵性显露袂出来所以最后是修持甲大家来共勉。这个诗句呢是咱佛教里面来讲33天，就是讲6天啦，6天天外天，九霄文化有神仙。当然，这个是咧甲咱勉励，真正本是凡人者，只怕凡人心不坚。其实咱要爱，但是讲咱后摆报名啦，等于到多数天但是这个33天外内底6天内底，天外还佫有天啊。那九霄文化有神仙，其实每一个仙，每一个神，拢是人去甲伊修起来。但是，就是讲伊的精神，互咱会当来甲伊效法因为伊有迄个怜悯的心，甲菩萨有救度众生的心。那么咱起码拢除了道，拢嘛来做菩萨的工作，所以咧度着众生的这个心灵，这个灵。那么救度众生的灵魂是伊会当脱离规个三无世界，真正进入了迄个精神的这个。正义三种，所以要做神、要做仙，其实拢是人咧做。过去的神、过去的仙，拢是对过去的人来修行。所以咱即摆咧修学道，当然毋是为着咧升仙而已，咱要回归咱的本位。本来咱就拢对遐啦，天命之有是咱拢对天啦，咱就是要对咱的国家用。如果人是要对国家用，咱就遐何必苦？受即个刑，受甲艰苦就是讲艰苦两者为虾米？足侪人拢爱虚夸，要叫伊倒来坐2点钟，无可能。伊讲我若来遮，来真是我袂啦。若要倒来坐听着你的，我无啦。但是每一个人的根基无同，咱要安怎甲引导？伊无爱，伊会当去做慈父的工作。咱就去做主，慢慢，你甲看咱即摆主席，其实主席伫国际来讲是真有名，但是因开始咧转，为虾米咧转？因为因嘛开始咧有一寡人，即摆委员伤济，伤济了爱经济较不重要，再种树。咱个种树来讲，你要做委员，你爱穿真厚，你穿较素的，无要来做委员，所以。委员坐了，伊的职开始要求，你要做委员，爱成正素性，穿到，安尼才有法度附带去做委员。所以慢慢，你若有迄个量，你要要求职，才有法度。你若无迄个量，你要要求职，有困难。你着大无人你要搁度一寡有闲的人来做干部，要去选一寡较精良的来做干部，会困难。所以前国家一直鼓励咱讲爱紧做，做愈搁较济愈好。因为人讲花若盛开蝴蝶自来人若精彩，天自安排。今仔日真正花，若开了足水，蝴蝶就来就是蝴蝶就来采蜜采花那人若精彩，你若有能力相信咱的前国家看会到。伊嘛会甲你做，所以天主安排所以而且呢，伊许他参参处处不足的所在望咱各位前人教书各位前人甲咱多多包涵甲指教许就多多到遮有麻烦的所在呢望咱先多写做教书助理各位前人甲咱。多多包涵，谢谢大家，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高平安。
谢王讲师慈悲全上一公，尊道一公，咱在地主因有。